再来看台中市太平的松顺路一段，共一条路的停车格，有的是停车爱收费，有的是免钱哦。一寡免钱的车格，就拢互长期互固定的人占掉的。交通局是表示讲哦，说来伊来规划收费，目前是可以甲地方来沟通，嘛强调讲哦，占车格超过7天，就会来调车。 头前的玻璃、树叶啊、树枝满满是，显示这台车辆已经放一段时间。另外，也有车主直接把伊的车砍掉了，防止营业。台中市太平区松顺路一段的路边停车格出现真怪奇的现象，用新丰桥为界，以南的路段收费停车，车格拢无人要停；以北的路段煞无收费，一个车位都找无。较无理啦，你是迄是公家的资源嘛。 唔是你个人的，啊无你圣公的做，无你甲租起来嘛，你用业主的嘛。要收费就通通收费，一半没收费，一半有收费。那有收费都不会停了，没收费都停满满。 民众批评车价占用上过自私，也有人认为讲规条路敢要收费，就要统一。根据统计，台中市路边的停车格有5万多架，其中有13000架，1/4是无收费。停管处表示，松顺路新丰桥以南今年3月开始收费停车，以北的路段是陆续规划收费，也搁咧甲地方沟通。太平区长顺路一段已陆续规划车轨，目前正积极拜访里长，以取得地方收费共识。对于久站车辆，停管处将派员前往 勘查及记录，如确定有久站情事，将张贴车辆移置通知书；如能未移置车辆，将依规定予以拖吊。市府强调，太平区无收费的停车格有83架，主要伫松顺路甲宽泰东路。要若车格占用，会当以公有停车场的收费条例来处理。车辆停伫咧路边共一个车格超过7天，就会互人拖去加强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